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4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3篇，但以理书第2章24到49节，约翰福音12章44到5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判断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4月到6月的主日学教材主题都围绕在士师记。过去不太了解士师的意思，从内容来看，好像看到士师记所记载的都是士师在带以色列人民去打仗了。但是后来的年纪渐长，慢慢对圣经的研究了解比较有一个方向之后，发现士师在英文就写 judge， 它就是代表着上帝在世界上来审判的。牧师比较喜欢说是判断的人正如当时候亚当和夏娃，他们就是想要来得到上帝的判断权柄，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，因为这个判断的职务和权柄，若不是上帝所赐予的，没有人能够自己去争取的，因为那样做是得罪上帝的作为。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但以理书第2章24到49节，我们看到了但以理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一个记载。圣经记载说，于是但以理去奉王命，执行处决王家顾问的亚略，去见他，对他说，求你不要去处决他们，带我去见王，我要替王解释他的梦。亚略立刻引但以理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，对王说，我在犹太俘虏中找到一个人能够解释陛下的梦。王对但以理又名伯提沙撒说，你能把我做的梦说出来，并且解释它的意思吗？但以理回答，陛下，任何术士、巫师、占卜家或是占星家都不能向你解释这件事情。可是天上有一位启示奥秘的上帝，他已经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指示陛下。现在我要把王的梦，就是王睡着时得到的意象，向王讲解。陛下睡着的时候，梦见了将来的事。启示奥秘的上帝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指示了王。现在我也得到了启示，这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，而是要让陛下知道这梦的意思和王心中的意念。陛下，你在异象当中看见你面前有一座巨大的像，光亮闪耀，使人不敢观看。这像的头是用金金做的，胸膛和手臂是银做的，腰和臀是铜做的，腿是铁做的，脚和铁和泥土混合做的。你正观看的时候，有一块为金人手开凿的巨石从山岩上滚下来，击中那像，把那铁泥混合的双脚砸碎了。铁、土、铜、银、金立刻粉碎，
像夏天河场上的灰尘，被风吹散，连一点屑都找不到。但是那巨石却越来越大，变成一座大山，覆盖全地。这就是陛下做的梦。现在我向你解释梦的意思。陛下，你是所有君王当中最伟大的王。天上的上帝立你做了帝王，赐给你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还有能力。他使你统治人类居住的世界，管理飞禽走兽。你是那座像的金头，在你以后将有另一个帝国出现，但没有你的国大。后来又有第三个帝国出现，就是铜的帝国，要统治全世界。再后有第四个帝国，它像铁一样的坚强，能够击碎任何的东西，正像铁打碎的东西一样。它要打垮所有以前的帝国。你看见那泥铁混合的铁和角质，是指将来有一个分裂的帝国出现。它具有铁的力量，因为是铁和泥混合的。铁和泥混合的角质是指那帝国将部分强盛，部分衰弱。你看见了铁和泥混合，这指着那个国家统治者想要以通婚统一各民族，但是不能做到，正像铁和泥不能混合一样。当那些统治者在位的期间，天上的上帝要建立一个永无尽期的王国。这王国绝不会被征服，反而要彻底毁灭所有的帝国，而永远存在。你看见一块为金人手开凿的巨石从山岩下滚下来，你又看见它砸碎了金、银、铜、铁和泥做的像。伟大的上帝是要让陛下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。这梦是真实的，解释是可靠的。尼布甲尼撒王匍匐在地上，向但以理下拜，并下令向他献供物烧香。王说：因为你解释了这奥秘，我知道你的上帝是众神之中最伟大的神，是万王之主，是启示奥秘的上帝。然后王赏赐但以理许多贵重的礼物，又提升他，委派他管理巴比伦省，并任命他当王家顾问之首。王应但以理的请求，委派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，但以理本人却留在王宫里。解梦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能够判断，知道这是自己的能力，梦境真正的意思，如何的面对那个高位者来解释。这自己的能力是来自上帝的，并且要判断去知道如何能够处理，这些都是不容易的事情，除非有上帝的权柄赏赐。若没有的话，就会如同亚当跟夏娃一样，得罪了上帝。要如同耶稣基督自己的话，要成为世人的判断。在约翰福音12章44节到50节，耶稣自己这样说道：
耶稣高声呼喊，信我的不仅是信我，也是信差我来的那一位。看见我的，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。我做光来到世界，我要使所有信我的人不住地在黑暗里。那听见我的信息而不遵守的，我不审判他，因为我来的目的不在审判世人，而是要拯救世人。那拒绝我的，不接受我信息的人，自有审判他的。在末日，我所讲的话要审判他，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什么，而是那差我来的父亲命令我说什么，讲什么。我知道他的命令会带来永恒的生命，所以我讲的正是父亲要我讲的。诗篇133篇，赞扬手足之爱。弟兄姐妹和睦相处，多么美好，多么愉快！这好比珍贵的香衣，从亚伦头上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这好比黑门山的甘露，降落在锡安的群山岭。在那里，上主应许赐福，赐下永恒的生命。恳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的彼此相爱、谦卑、和睦的祷告，也更同心的爱主，跟随主的旨意。愿让主来判断我们是好又忠心的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